咱开始吼。1636年9月14，无特别的事，风向多变，天气还算好。9月15，有一只容克船对厦门来台湾，载250担的糖、一批金线以及其他的物件，也有一只对小琉球来，载来23个小琉球岛的居民，并且带来中尉四期本个月12日的内批，写讲即寡人听讲，劝因出来投降的荷兰人，即寡人听迄寡劝因出来投降的荷兰人的话，并且将因送来厝地的人，但是，该中尉怀疑讲用即个方法，大概是无法度搁掠着人啊吼。这犹太时间分晓。上述的小琉球人遂被送去新港恢复精神。有一张批现任议会写的批信，也同齐被送去。牧师 Junius 也同齐前往新港，吩咐讲要好好招待这2、3个小琉球人。23个，伊若写2、3个，应该23个啦吼。查看讲有啥物敢有座山户，若是有，明仔载就要甲因送去小琉球。为什么要甲因送去小琉球？搁再一遍试用证书的即个方法去招降吼，看是毋是会当用即个方法，甲剩落来的小琉球人拢甲因掠来。但是，若是因毋肯听从，安尼就要用武力，就是要用计谋啦吼，或者是其他方法、设法来甲因掠起来。就是讲，要互因全部的人，或者是前来的人，拢入去迄个目沙的篱笆里。该中尉认为讲，会当建造安尼的篱笆，为此所需要步枪和一切物件拢已经准备好了吼。甲门关起来，甲因讲，若是毋肯阮顺服投降，安尼就要采取上严厉的方法，用武力攻击因，以便来结束即件代志。此外，也决定讲，所有的小琉球人、大部的和因的妇人人，拢爱运往巴达比亚。我咧改来改去，包括还佫会掠到的吼，以及迄寡已经伫咧台湾遮的，也决定所有的大船和快艇拢要用来搬运，要送去祖国的后门去巴达比亚。所以因佫决定讲要甲，无论是查甫啊查某，拢要送去巴达比亚吼，囡仔可能无吼。要去海南岛以南顺益之事，因为无大只快艇会当用来和细只快艇 Hutch-Casbell 号、Waterloosen 号和 Klein Bredham 号去顺益，无够额的力量会当派用，所以决定要取消即个顺益的代志，并且决定 Balmer 号、Texel 号、Daman 号、Warman 号和 Klein Bredham 号将要互因准备，看会当伫咧10月的初2、初3、初4来出航，作为本季第一批派去巴达比亚的船队。普特曼斯阁下会伫咧同个月的12号到15号，率领 Bredham 号、Hutch-Casbell 号和 Waterloosen 号军队出航前往巴达比亚。
这是9月15。9月16，无特别的事，方向悠然多变化。有一只杨克船载着一张批信，和2个小琉球人和因的夫人人吼，对因的某囝、因的某啦吼，牵手，为了前述目的，出航前往小琉球岛。巴莫号和特色号也驶出港外。看起来小琉球人的命运是，结局应该是真悲惨吼。9月17，还阁有一只洋客船对小琉球载100个人来，哇！有查甫、查某和囡仔。对迄个中尉的批信知影讲，自从伊做军伫本9月12号写批来以后，决好写，因为看着用温和的方法，拢无人要来投降，所以伫本9月13号，伊亲自前往下淡水溪，对遐派2个士兵去放哨啊，调集40个到50个居民，要搁再一次去小琉球岛用武力攻打吼。结果过长日，就有90个放哨的居民来甲中尉遐愿意听从指挥，所以就带领因前往小琉球，甲小琉球人拍甲遮尔可怕，应该是拍到遮尔恐怖的即个地步啦吼。所以有上述的100个人，5方的人来投降。该中尉认为讲，无偌久阁会掠到阁较侪人，因为这100人会抵达来到台湾吼。长官阁下和议会来决议，要命令即寡人全部起山，并且要对新港甲做军送来迄23个人，拢调来台湾遮吼，以便伫18号拢甲因分发去各船顶去，而且有感伫我梦号顶头的木料也袂拢落来，而手头也无啥物船只会当运即寡为着要去闽港建造碉堡所需要的大娘甲茶帮去闽港，因此议会同意要派我梦号尽量较紧来载着迄寡茶吼，出航前往闽港，甲迄寡茶决好啥，因为安尼会当莫去延欠着来回吼。毋知你写啥？甲即寡木料伫遐伫闽港遐落来了后，即时就要转来到台湾遮。9月19日，含章相像无用你用洋客船运货去装去你特色号和宝马号、快艇 Klein Bradham 号也为着共即个目的来航出港外。今仔日我梦号遵照本9月17号的决议出航前往闽港。即几天有8只洋客船抵达，其中有2只来自厦门，再来700担的砂糖，其余的拢来自烈士，再来木料甲遐。顶部有东风下晡吹西风，对迄寡洋客船的头领遐知影讲，石心和酒注的洋客船会伫咧近日运来400担到500担的丝，以及其他的货物要进来台湾遮，愿上帝互因早日前来。9月20，阁有一只洋客船载23个小琉球岛民前来，这是应该对闽港迄边载转来吧？该中尉伫咧伊的批里讲，做军送去的迄2个小琉球人和因的夫人人无发生效用，因为村内所有的人拢匿伫咧秘密的所在，找袂到人，
来交谈。因此，上述中尉看到即个情形，就允准迄寡放哨的人去敲测整个岛，规粒岛去敲测，看是毋是还佫会当掠着人。因转来是炸转来3粒人头，就将迄3粒人头展示互12个小琉球人看。最近因为杨洁船无法度装袂落遮侪人嘛，所以留伫遐诶，即个12个小琉球人，互因看迄3粒头。因此，佫有人因为重判劝告，伫夜间、伫暗时自动来导航，含前者合计得到23个人。有感伫显然无佫较侪人通好掠因为拢看袂到人嘛所以伫咧写批的2工前，命令迄寡放哨的人离开。有的人咧药讲，可能抑佫有几个小琉球人留伫岛上，伫咧8天到10天内会出现。不哩个该中尉决定要佫等1-2天看卖，若是无啥物代志通好做，就要转来厝地，应该是转来台湾啦今仔日快艇打曼河对澎湖运来真侪石头。9月2站巴门河和 Texas 河装着价值偌侪河吨的货物前往澎湖，迄数字无写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今仔日有南方快艇 Clay Bradham 号又佫对港外入来停泊伫即个城堡的头前。9月24。逐工你无用对快艇打曼河来落石头，为着快艇 Clay Bradham 号来装好。昨暗伫咧该中尉率领一群士兵对小琉球岛转来到台湾遮报告讲，伫伊做军来批以后，因为放哨人的困求和捌倒因去因的庄头，受到真好的招待，又佫对遐带领90个到95个放哨人前往小琉球岛，佫再一遍去敲测，但是只找到一粒头，无看到其他任何人。显然，伫即个岛上的人数即嘛已经非常的少，因此上述的中尉就遵照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命令，甲驻守该处的士兵减为15个人，以便会当掠到所剩落的人，以便还可能会去掠到剩来的人今仔日决议，后壁括号写讲，有鉴伫决心和佐助的杨洁船还袂来，也无充分的理由会当甲迄寡死仔杨洁船继续留落来，为免迄寡人伫咧交易因的货物的时阵造成损失，阮要经由生理人和万秘密写一张批，去互上述2只杨洁船的船主，甲因讲，阮希望因较紧来台湾遮，阮答应讲，毋若要甲因的货物拢用合理的价数来收买，还佫要伫咧船只对日本来到台湾的时，真紧就会来甲公司一时无法度支付的金额，加上2-3%的利息来还啦因为公司欠钱的代志已经无法度通暗藏嘛所以迄寡因为要暗藏即项代志而拘留伫遮的杨洁船，拢爱伫遮函送因去后2-3天，允准因出航前往时那。
歹势，我摕些水来啉伊吼。哎呀，9月25，等下我先看一下，拄则念的这篇什么重点哦。OK， 伫小琉球遐无搁掠着其他人哦，可能捡着一个人头吼，毋是捡着啦，可能是杀一个人啦吼。今仔日决议讲要甲本来拘留伫遮的杨克准放转去吼。好，9月25。天光以前2点钟，行李人航班的一个可靠朋友，带着上司的批信，坐一只小渔船出航，愿上帝互代志如愿以偿，互代志当变成真啦吼。互迄寡用客船会当早日前来厝地吼，来做生意。今仔日快艇呼斯卡斯贝号对芒港运来招好，变对船我芒号已经安全到芒港去吼。日常无用你为你落迄寡为着芒港需要所载去的货物吼，也有2只用客船来到台湾，一只对烈士来载有虾含要做糖桶的即个房仔。另外一只是对芒港来，9月26。有2只用客船对烈士抵达，再有一寡条仔甲虾，也有一只对厦门来到台湾，再有200担的冰糖，甲100担的糖豆，以及100担的砂糖。该船的头领报告讲，杰森和乔州的用客船伫2-3天内就会前来厝地，会载有差不多600担的青丝前来。无定阁会有其中一只先载450担的青丝来，另外一只倒尾后就要来吼。愿上帝互即个代志会当成做事实。借此听候已故的用客船的抵达，互因的死会当运转去祖国。透西风好天。9月27，有2只用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载有200担的糖豆、250担的砂糖、400担的米，以及一寡布料。证实昨的消息，顶埔东风，下埔西风。9月28，有7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厦门，载有大批的树木、胡椒木香以及其他的商品。叫啥物叫做木香吼 ？Potskok， 我查一下，看会当查着。我咧药是一种香料啦吼。毋知这啥物件哈 ？Google， 我这是用Bing哈，Bing去查无看到。好，7只用客船对厦门来，载有大批的树木、胡椒、木香甲其他的商品，也有6只用客船出航前往烈士，载有一寡杂货。
快艇瓦特鲁森号也出航前龙芒港，要去载石好风和天气和长小相。9月最后一天，9月30。无特别的事，逐工你无用为快艇达曼号和Klein Bradham 号咧装好，以及对 Husgaspel 号落一寡石好，也伫艇后用客船对希纳再西前来，方向倒变。10月。10月初1、初2即个港岛海影真大吼。除了游玩为快艇达曼号和 Klein Bradham 号咧装好，以及对Husgaspel 号落石好以外，无特别的代志。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要派迄个中尉带领45个到50个士兵前往芒港，要去遐侦查通往华武人河的通道和状况，以便将来去遐要出征来扼杀遐的人会侥幸大胆我查一个扼杀的台语要怎读？甘字典。扼杀白话音读做刺啦刺，强刺，压制，刺落，刺掉的就刺。另外是读压是用手去刺、去捏、去压，拢是叫做压另外读做字刺甲字，这拢白话讲法压是文言的读法另外是读做捏捏捏压刺字所以扼杀华语扼杀就应该是读做扼杀公主背的应该读做扼杀好，咱转来24遮讲中尉派45个到50个士兵前往芒港，要去遐侦查通往华武人河的通道甲状况，以便将来去遐出征来扼杀遐的人会侥幸大胆。基础决议伫咧某一寡条件之下，要甲小琉球岛出租予希腊人。最后决议，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将会伫咧近日做一要派遣的船只离开台湾。括号写讲，以便去炸迄寡还未结束也还未抄写的校铺动行啦迄12个到15个已经超越契约期限4-5个月的士兵，要按照总督和东印度议会的意旨，要甲因解任，送因去巴达维亚。驻军要遗弃405个白人。最后决议，牧师阿苏尔罗斯会留落来为台湾的荷兰人主持礼拜日的讲道，用来代替派去大目港遐，用以替代派往大目港去居
居住去遐住。不过，毋过伊伫咧住新港诶期间，爱尽可能来多多学习语言。好，今仔讲到一个新牧师吼，等下下底注脚。即马注脚看，倒啊。即个新牧师叫做 Asunrus Hodgson， 伊探访传道出国。1633年伫咧苏拉地做传道。1634年前往巴达米亚升任牧师。1636年以牧师前往台湾。1637年正月破病死伫台湾吼，所以来台湾5个月，结果就死去啊，破病死去吼。这应该是拢足少年的啦吼，所以迄当台湾你若水土袂好，这水土袂好诶啦吼，可能连命都无去吼。即几工有北风好天，有时会落一滴仔小雨，阮非常耐心来听候我们河对芒港转来，以及杨克群对西那前来。即歌杨克群迟不来，就是一直拢毋来诶原因，无法度通要吼。除非公司诶出力已经无钱，除非讲咱公司无钱诶，即个谣传啊，已经传到西那去，啊无为虾米伊拢袂来呢吼？好，10月敢若记2工尔吼，10月初4，10月最后一遍，最后一工。有诶可能伫咧我看有诶可能伫咧后一个，咱先看吼。过来是15号10月初5到11月1号诶吼，补充资料吼，迄咱等下再看。10月3、4，初3、初4，游园地为上述快艇来装货，以便伫咧明仔载若是有可能啦吼，因着要出航前拢骗互。离迄寡运死诶杨克群还袂来吼。一到遐，着要开动巴莫号和特色号，随即刻启程前往巴达米亚。风甲天气还阁含昨相像。好，咱搁来看补充资料吼。哇，啥物？点咧无看物件？等下吼，电脑足慢。好，补充资料对10月初5一直到补到11月吼，规个月写伫遮啦吼。咱来看，1636年10月5号到11月1号的缺漏，10月初8，迄只大型的小船是啥物意思？伫咧送批去迄条清水溪，就是打台南市立林溪吼。就是伫送批前去互迄条清水溪的大船的时阵，因为暴风伫遐被大影拍破，被落船我们号也拖定啦吼，应该读做脱啊，定落去就对了吼。被漂到礁口，但是伫遐的悬岸下面会当来避过暴风。有一只杨克群伫咧7月26日伫咧海南岛的沿岸被快艇 Klein Bradman 号来抢夺去吼，就是别人的船只来用抢的吼。伫迄只葡萄牙船顶有一个船员是意大利的人吼，叫做 Orazio Massa。伊捌长官提供一寡消息 ，Mataran 啥？马塔兰是忽然间无张伫来一个马塔兰哦。马塔兰的使者去过沃亚吼，读做沃是读做沃，查一个沃。
喔读做五或者是五，五啊五吼，咱就读五好啦吼。马头峦的暑假去过五鸭，5、3、17、32、53、7变3吼，5变五鸭吼。马头峦的暑假去过五鸭，要去革命，用以伫巴达维亚对抗荷兰人。对五鸭转去的途中，即个使节团的几个Java 人伫个马拉加被杀死，西班牙人已经宣称要甲葡萄人做伙，先伫个暂避，然后伫巴达维亚攻击荷兰人。为着即个目的，已经有5只的加招 Allen 和4只加len的即船啊，拢船名，伫个马尼拉准备好了吼。对葡萄牙遐应该已经加进8只 Guardian 和20只的 Naveton， 即可能是船的型啦，无共款的船吼。抑阁知影讲，迄寡伊比利亚人也计划要伫个苏特拉特攻击荷兰的船只。按照马萨讲法，葡萄牙人并无拥有到遐的船只来进行即个计划。虽然安尼看起来 ，Vandenberg 也真想要继续加强日兰车堡的建造，要互任何人来攻击，拢会被用条痛击吼。好，就是讲即个新的台湾长官啦，想要加强即个日兰车堡的建造啦吼。英国的生理人违反的头前的约定，伫个澳门收买15万里尔西号，因此以后因被拒绝进入马卡奥。捌对水路去挣扎过落坡交易的要丁巴博罗人，因经过一条咸水溪前进，3天后又搁来到海边啊，但是拢无到庄头，因此议会决议要延迟去迄个庄头的出征停发，无到遐的人去青云的所在去做野战。伫迄个期间，要用温柔的方法对待迄寡巴博罗人，用来控制因。歹势，我读到爱困。10月23， Vandenberg 和普特曼斯期望港视察新建造的碉堡，叫做 Vlissingen。迄个建筑物有40尺见方，40尺，差不多10外米啊吼。地下15尺深，差不多地下差不多1楼半吼。悬是32尺，悬到3层楼吼。即个碉堡起伫一个丘陵顶头吼。40尺见方就10外米的见方安尼，一间算10外米，10外米可能有7、8平吧，10外米见方吼。但是即个建筑门应该是无去啊吼。
无听讲嘛吼，你敢有人听讲？伫个网港遐，就是伫个报道遐，还是毋是报道啦？报道附近一个砖头，我袂记个名，啥物米吼，河米啊，啥物米？敢有人听过讲遐有啥物一个碉堡，荷兰人的碉堡留落来，应该是无啦吼。12/24引起访问新港，伫遐有30个砖头，因是啥物人啊？因是啥物人呢？是即个新的长官吗 ？Vanderberg。好，不管咱继续看，然后引起访问新港，伫遐有30个砖头的邮长组织，要来长官普特曼死刑。啊，所以毋是可能，毋知吼，因为这样看是即个旧的即个长官伫吼。去因遐访问，后来因宣誓要伊的继任者来效忠，虽然牧师来学习语言，猪仔和甘蔗的证实有得到效果，反正无试着要用来每一个 last 45里尔到76里尔的介绍。要用即个介绍来收买100个last 一个 last 讲是3000公升，哇！这我就无法度想啊，3000公升。好，因要用45到46里尔介绍来收买1000 last。哇！所以这是几公升？1000、千万、10万、百万、100万公升的即个，无写讲即个是啥物件？关系着传教的工作，伫即个主的葡萄园。欠少的毋是工作，而是为即个工作所需要牧师和传道。拄则因为读较爱困吼，袂记查迄个新牧师的有啥物事情吼。伊拄则注空嘛则少吼，我看一下即个牧师。我之前看着一篇列表啦吼。荷兰牧师，荷兰人来台湾的牧师的名单，毋知找对。这个牧师叫做阿苏 Eros 吼。好，我来查一下这个牧师。荷兰牧师，敢若即个牧师的故事较少吼，无看到啥物。哇！我看这牧师的名单吼，死伫咧台湾的就几啊个啊吼。是我即马看吼。一个、两个、三个破冰死的3个吼，一个用台死的4个，破冰死的佫加一个4个。
哇，后壁搁一堆，一两三，比头搁加一个，两个，比头搁加两个。去用台式就拄仔看3个啊，破比4个7、8个吼。好，读到倒位啊？读到煞袂记个。好，即个就是即摆咱咧读即个10月初5到11月初1的即个补充资料啦，吼。好，啊，所以这已经读煞，咱继续看咧11月初1。11月初1，因为强烈持续的北风已经开始平息，平息还是平息息吼，应该是消息的息嘛吼，平息。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照决议，预定要伫咧本个月10号率领 Brenham 号和沃曼号离开的时间也已经开始接近，就是伊要转去巴达维亚啦吼。而阮还阁伫望讲，迄两只已经停候真久的运输撞击船会伫咧即几工内对西南沿海来台湾，并且因此呢，伊阁下奉劝讲。并且得到伊的继任人 John Vanderbilt 和台湾商管的同僚议会同意，要辞去即个商管的政务，甲所有的公务的从事关系拢甲放落来，将这一切照规定庄重来移交予伊的继任者。因此，照伊阁下先前所发布的命令。伫个上述的日子，就是11月初1，所有的士兵拢爱武装来即个城堡。所有的上级甲下级商务员以及助理牧师、船长、大工和即个家层的即个职员啊，拢爱来即个城堡里。然后伫个所有在场的人的聆听之下，对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徛伊所徛起的厝的头前厅来宣告下面这几项吼，咱来看要宣告啥？第六，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内函宣布，按照东印度议会决议，伫个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家己的恳求甲内函，就是内批，以及伊契约的届期，就是伊的契约完已经拄到期啊，所以决定要同意伊阁下的辞职，并且决定要选派 John Vanderbilt 阁下来晋升为伊的继任者。第六，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指令上述长官 Vanderbilt 伫个率领大船 Brenham 号、斯万号和快艇 Hutchcasper 号离开巴达维亚以前，被交付真侪关系到和西南贸易所需要的其他物件，宣称理述的长官 Vanderbilt 阁下，理述咱昨有讲着吼，是屡次叙述啦吼，就是已经讲几啊遍，即个 Vanderbilt 阁下。伫个来到台湾了后，会将所有公司的财产单据对普特曼斯阁下遐完整来接收过来，互伊会当解除政务，利由伊家己，就是即个新的总督，叫做 Vanderbilt， 互伊家己来执行服务等等。第三，关系到伊特别的任务。第四，这个任务为啥无讲？咱看第三个注脚，无写。以及第四，就是要伫咱即马读的是要伫
普特曼斯阁下所住诶厝头前宣告诶几项重要代志啦吼。第三就是关系到伊特别诶任务。第四条是普特曼斯阁下会视去上述政务之后，要所有上述常设常务员、部署军官、下设常务员以及基层诶职员提高声音来说多谢，多谢因伫伊诶任期内忠诚诶服务，并且恳求来问因对新诶长官是毋是大家也会当全力忠诚服务。对此，大家拢话着讲袂吼，就是大家都话好啦吼，好。所以因着解除对即个旧诶牧师啦吼，对普特曼斯阁下效忠诶誓约，并且伸出手在吼，指向新长官重新来宣誓效忠吼，所以就是即个宣誓动作吼。我讲，依照万能诶上帝宣誓，愿确实遵行。最后，因着拢祈求主祝福新长官，也祝福大家。最后，鸣枪三响，接着鸣炮五四欢迎，这是啥物意思呢？煞者鸣炮五响吼，所以伫咧上述两位长官由高阶人员陪同进入长官官邸了后，官邸诶邸要读啥物？好，查一下官邸诶邸啊，读做邸大官见皇帝所在叫做邸，客馆、寓所、军队即拢叫做邸。到遐，军队到遐吼，二姓吼，有人姓邸吼，官邸吼。祝福大家嘛吼，最后鸣枪三响，鸣炮五响。伫咧上述两位长官由高阶人员陪同进入长官官邸内底。片刻之后，迄两位长官阁下互相说多谢，祈求主赐公司繁荣，并且特别和高阶人员一一握手。中昼伫咧新的长官房屋的头前自餐，今仔日北风和天。这是这个是11个的最后一篇。毋是11个初一吼。讲对算今仔日宣誓对新的即个台湾长官算正式上任啊啦吼，11个初一，1636年11个初一。11个初二，派上设常务员保罗·特劳纽斯中尉加亨·朱利安斯以及秘书 Coenraad Salomons 做代表，将处队前往芒港和新港，要去上述各所在，命令所有的人再度表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以及台湾政府的归属顺服，公开解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效忠的誓言，庄重来宣告，伊的继任者，阮现在长官是范德伯阁下，宣誓伊效忠，以便互
即个代志会为所有诶人拢知影。透北方，即工有3只容客船将长官阁下合适诶通行证，或者是含符客，摕长官阁下所合适诶通行证含符客，结伴出航前往厦门，再有一批护照、苏母甲墓乡。OK， 这2工主要拢是讲迄个新诶即个长官接任吼，一个新诶时代就开始啊吼。11月初3北方无代志，11月初4。中尉 Johann Julians 由牧师 Robert Junius 作陪对新港转来，报告讲，本个月2初2已经将新长官的任命伫新港庄中宣布，真正式来宣布哈。上设常务员保罗特劳纽斯和秘书后壁括弧写是 Centret Salomons， 已经伫咧上述的日子，向王忙讲，要去遐完成因的任务。该中尉留伫新港和牧师同齐伫遐帮忙新港和塔加利昂是大公山啦吼，并且按照因的法权界定因的界址，要以平息因的纠纷争执，互因友好相处，结果圆满，互双方拢满意，方邀请长。11月初5，我开袂起来。好，11月初5有一只容客船出航，载未亮的咸鱼前往烈士。今仔日上设常务员特劳纽斯和秘书对望港转来，因报告讲已经完成因关系着宣布新长官的任务甲命令吼。11月初6。11月初6有一只容客船摕阮的通行证，载着一批盐出航前往下淡水。今仔日下晡，长官阁下伫咧即个热兰遮城堡下面来任命Baltazar de Solomon 做奖旗官，伫咧武装整备了后做奖旗官，并且以国家政府上悬省长的阁下的名义，阮愿为满有慈悲的奥良爷君主，这是啥物所在？我咧讲啥？纳绍伯爵吼，伯爵的名义，以及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长官、陆军队长、海军司令和公司董事的名义，以及总督和东印度议会名义，将军旗交授予伊，并且庄重来甲伊讲，上述军旗伊伫咧需要的时阵，拢爱一直勇敢来将持落，爱忠实好好来坚持保护。有一支手着伤，就爱用另一支手来将持，来调好势吼。若是另外一支手也着伤，就爱用身体来医护，一直到最后一滴血，也爱用身体来保护即面军旗，像一个忠实勇敢的人的军人应该有的情形，就是伫伊伸出枪仔大声应允讲，指着万能的上帝来宣誓，愿诚实遵行。好，看觅。
剩4分钟，看一下笔记，我已经读袂落，已经毋知家己咧读啥，读了家己拢重点拢抓袂出来。好啦，上重要是新的顶歌来啊啦已经接任啊爸比有写一寡补充资料咱来看我叫做田中央有搁写网讲好美丽好无聊，家己好无聊啦叫做好美丽好美丽是好听的写法本来的即个地名地号名应该叫做好无聊好美聊啦你若好美就是好美好，木腔田中央有测出来叫做目腔啦歹势我读毋对目腔。华语叫做台湾马兜铃即我都捌听过有毒的款，我记得是安尼。根据中医学史的记载，会当做中药食用毋是有毒是会当做药因为目前被卫生署禁用，所以早期伫中药店里的青目香已经无拢看袂到因的存在。台湾马兜铃目香啦是多年生会宣传的食物，是台湾特有的原生食物台湾马兜铃叫做目香。过来是巴比写讲，荷兰人招募希腊人到安平种稻1630年前后，田志良互一个人有银3两，3个人互一只牛招即个居民就是无通食的即寡人百姓去北港遐开垦。荷兰人是用即个割手制解手。歹势，割手制组织希腊的农民来开垦，增加劳动力，来节省监督开垦资源以及真侪行政费用，就是用即个割手制但是希腊人开垦成功的即个土地，有原是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称之为王田。荷兰人以安平为根据地商业转运站，陪希腊号卖去予欧洲的荷兰或者是波斯。台湾的鹿仔会糖鹿仔硫磺输出去希腊或者是日本。荷兰人极力搜刮台湾的财富，征收官租、人头税、帕拉税、输出税。1652年各怀一，率将反抗。1652年咱爱搁读10外冬才读会着因为因小弟来告密，被残酷镇压甲谋杀就是咧各怀伊的即个反抗，到尾是牺牲了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一方面采取怀柔的方式，以礼貌来取得原住民部落的好感；另外一方面，也以武力镇压毋愿归顺的部落。譬如伫1635-1645中间，荷兰人对小琉球岛发动持续的攻击，以报复原住民杀害船难漂流到岛上的荷兰商船的船员。即场征讨真残忍的，将岛上的原住民拢赶尽杀绝啦荷兰人经过侪年的经营，互岛内平地的原住民差不多300外个原住民写名义上拢接受荷兰人的统治。荷兰人每一年举办一遍的即个地方日，召集原住民头人到指定的地点去集会，和荷兰的驻台长官会面，宣誓效忠，表示接受荷兰人的统治以及任命为部落的
头目，拄则咱有读到即个因即个宣誓吼的情形吼。荷兰牧师的即个名单马文有答吼，安托尼斯马文写安托勒斯汉布鲁克吼，汉布鲁克吼，这是最后一个牧师啦吼，即个故事安尼足互人足感动的吼。最后一个牧师的故事，咱以后会读到吼，再来讲。马文讲，这是以上是三年所提供的吼，31分啊，咱最后甲这两段看了。天兄兄所分享的菲利新军堡是台湾荷治时期的一座城堡，伫1636年伫芒港起建的吼，叫做菲利新军啦吼，菲利新根吼。歹势，我即个手机忽然间啥？好，咱继续吼。即个驻防，即个碉堡的驻防兵力是20外个人，伊无介大间吼。我拄则讲头几平我无算，我讲头10外米见方嘛吼，一个大房间安尼的即个大细尔，20外个人。用来有效统治北路沿海。菲利新军堡的兴建背景受到多方势力的影响，包含华南海产老乡、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等的开发竞争。此外，因为芒港属伫深水港，真适合开发，而且物产丰富，比如贝壳也算物产吼，含即个蚵仔，所以借由菲利新军堡来巩固即个地域的利益。菲利新军堡伫1636年底伫一个小沙洲岛来起完成。迄个地理位置因为定定受到海水冲蚀，伫1644年，即个城堡被海水侵蚀来，所以必须要放弃。所以起好无偌久，就叫海水会拢个侵去啊吼。巴比讲，毋是所有砖头拢愿意来归顺荷兰人，比如讲，荷马龙居民虽然伫咧口头上表示愿意归顺，但是实际上并无派人前往台湾，就是无派人去遐参加集会啦吼。荷兰人的定期集会，甲即寡头人拢叫我来吼。但是因即个荷马人的居民都无人去参加吼。佮加上讲，因表现出的敌意，所以荷兰长官决定亲自率领300名的荷兰士兵前去征讨。即道出征历时7天，动用1400名的原住民。荷马人有3500名居民，其中800名精壮男子，使用弓箭进行激烈的抵抗，结果也是失败，有22人被杀，4000外座的厝甲粮仓被烧坏去。荷兰人甲人2个人着伤3名，原住民附庸军死亡。经此一战，荷马人被逼臣服。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代志并无结束吼。一寡荷马人无视荷兰人发予汉人的许可证，拒绝汉人伫因的土地顶头咧拍蜡，并且所伫有3个汉人死亡，即着互荷兰人真生气吼，为着要处罚一寡无安分的荷马人。1638年11月27吼，按2年后才读着吼。台湾长官亲自带领200名荷兰士兵甲1400名当地的居民前去报复150座的厝甲200座的米仓去烧坏毁坏去。抵抗的人拢被杀死。荷兰人安尼做，就是希望即次的征讨会当互因袂阁互汉人的拍蜡制造麻烦，因为荷马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汉人
摕着落坡的数量吼，这就会损害着荷兰人的利益。这是荷兰人所袂当容忍的吼。此后，荷兰人伊阁多处和服务人等等的床车的人发生冲突，服务人、驶落车等等的床车嘛，多处去互烧毁坏，去互洗劫，去互拍，去互抢吼。最后一句，巴比写讲，原来荷兰人还阁有试哩勘探黄金吼，应该一直拢有啦。好，到遮，感谢各位做笔记吼。今仔日我读甲家己读甲细神吼，无法度做重点，即个无定即个重点出来吼。好，咱感谢各位，咱读到遮，后礼拜再阁继续，礼拜日若有闲再来开讲吼，暗时啊吼。好，到遮，感谢各位，规饭吼。